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9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配合科技部的创新创业政策，台南科学园区为2015年开始提供相关的服务，这几年来也已经有了成果。现主时佮引进英国的国际加速器，让咱台湾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佮向前迈进一大步。南科配合中央对2015年开始积极推动创新创业的政策。运用产官学的资源，协助创业的团队将想法变做商品，到成功的创业。这几年的成绩也备受业界肯定。为了将咱台湾的创新创业环境打造了更加完善，现在英国的 The Bakery 新创加速器也进驻南科。9号上午正式来揭牌，科技部部长陈良基也亲自出席，期待透过国际的资源，帮助咱台湾的新创团队的发展。现在在一些产业的新创，它速度非常快速。刚刚他们也特别提，那个科技变化非常快速。但是很多科技要从想法到变成可以服务客户，它是要一些时间。所以现在各国比较流行就是用加速器带动这个产业的进展。可是加速器它如果它的网络不够广的话，你也很难把这个产业带起来。那在台湾，我们都知道，台湾本身是一个小岛，我们还是要靠一个国际市场，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把英国的加速器带过来。所以他们这边带过来就是英国蛮重要一个 bakery， 那它已经有很好的历史。他刚刚也特别介绍，他们以往最重要的这个优势之一就是很会把新创团队跟现有大企业做串联。我们透过这个机制，希望这个加速器在这里的进驻，那意义是非凡的。另外就是他的经验带过来，也把英国的资金也带进来。然后这是我们在这里特别也为南科做这样一个活动的意义，就是国际的团队进驻南科，而且是希望把南部的创新创业能够一路把它带起来。台南是台湾算是工业的重镇，科学园区，尤其是科学园区里面，其实科学园区里面有非常多的大厂，我觉得他们可以给新创很好的机会。那我们有很多新创的技术，其实我觉得很适合这边的大厂来做合作，然后所以说我们选择科学园区。市长王伟霆也表示，期待未来南科会使成为新创品牌的基地，让更加侪少年人留落来。同时，The Bakery 嘛将要举办创业之星的比赛，连续4档，每一年拢会提供25个名额，予胜出的新创公司，提供每一间公司100万的行销服务，互因伫研发出好的产品的同时，嘛会使透过完整的行销计划来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每当拢会举办社区治安演习观摩，今年结合集优的社区，北区振兴里做伙举办，展现各社区推动治安的成果。市长黄伟哲致辞的时阵，也特别选择天高的红地，呼吁市民大家做伙动起来，清除病媒网滋生源，避免疫情扩大。台南市社区治安演习观摩活动，伫警察局长黄宗仁的带领，包括各分局的分局长、巡守大队、社区志工巡守队长，拢踊跃出席。会中除了颁奖表扬107年集优的社区，有一般组正觉社区、文南、金华社区、甲新营太子社区，以及成长组的北区振兴里、甲安南区的盐田社区等。由市长亲自颁奖表扬，伫咧宣导治安维护的同时，市长嘛同时宣导天高日的红地。伫咱的社区里选，看有啥物可疑的人，因为咱的社区有外来可疑的人，拄咧顺顺毋知拄咧你做一寡你车人的车边啊，拄咧用来用去，还是我倒摆边拄咧用来用去，甚至连咧厝家徛家楼骹，还是讲门口拄咧探头探安尼啊，批咱拢是感觉是可以。观察了后，通报派出所，还是通报咱110，这就是咱巡逻队足大的帮助。即摆除了要看可疑的人以外，还看可疑的容器。可疑的容器就是咱这边今仔日对着咱的环境卫生足大的帮助。登革热
这个防疫工作嘛是足重要。现场当时嘛有志工朋友以歌剧表演的方式，呼吁民众大家总动员，做伙来清除资生员。其中上引人注目的，还佫有小小的警察骑着小哈雷进场，充分展现小小的警察生力军的活力。希望社区治安的观念慢慢向下扎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大港社区成立香草工坊17年来，利用家己种的芳草来制作防蚊液，发展成为社区的产业。今年因为本土性的天高咧，又搁开始摊开，所以大港社区搁特别制作加强版的防蚊液，希望搁较有效的赶走蚊仔，来保护民众的健康。这群大港社区职工目前正努力收集因农场家己所栽种的澳洲地树，要来提炼成会当赶蚊仔的防蚊液。一摆至少需要30斤的大量，嘛是其他社区无法度对得学的原因。加上因社区添购一台10万块起跳，要专工来整理机械，嘛迄是因专业投入芳草产业真大决心。当然，面对今年天高的疫情紧张。因伫7月嘛正式推出加强配方的防蚊液，以社区力量要来赶蚊仔，为全市民众健康把关。我们今年是登革热年嘛，那4年前会有一个循环。那今年的话，因为天气又特别异常，大雨又多太阳，所以蚊子它已经产生一个境外移入的现象，所以我们担心这个蚊子的形态在改变，所以防蚊液的配方我们做了升级，所以把它做成强效版防蚊液。那因为7月1号我们正式开始开启这个强效版的防蚊液的推出。大港社区的职工当中，这位高中生嘛利用歇热来到3工协助社区的产业，并且成为行业的小小尖兵，相当有成就感。觉得这项产业可以对整个社区或者是那个防蚊液这项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帮助，然后。他们用的东西也是比较天然的，所以对人体也不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一只蚊仔会当造成天高这个风暴，嘛会当互一个社区团结起来。大港社区就是上好的。台南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伫日前拄啊开幕的佐镇化石园区，现主是已经成为亲子出游的好选择。迎接暑假，化石园区特别串联周边的博物馆、景点、甲美食店家等等。只要民众购买化石园区的门票，就当享受超过20项的优惠，希望会当带动台南的观光人潮。开幕无到2个月的佐镇化石园区，现在已经成为台南山区重要的观光景点之一。当时入园的人数嘛超过15万人次，6月份的时阵阁高达59000人次。是现在台南观光景点的人气王。对此，为了迎接暑假的来到，化石园区特别串联台南各地的景点甲业者，推出买100省1000的优惠。只要民众买化石园区100块的门票，就会使伫其他的店家甲景点得到超过20项的优惠。市长王伟哲也亲自来宣传，希望全国的民众爱把握这个难得的优惠。那我们很感谢文化局，也感谢许许多多的这个旅宿业者大家的合作，一起推广。那左镇虽然是地处山区，但是从最近这个左镇化石馆的这个盛况以及这个热烈的这个人潮，就可以看到它一点都不偏远啊，一点都不这个疏离。我觉得其实左镇才目前为止大概4000多个人啊，但是平均一天平常日都有1000多人，那假日的话更有高达5、6千人的观众。我们觉得其实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尤其是在收费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其实在山区的新景点，左镇化石馆这个是首选哈，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暑假能够迎来更多的宾客，以及更多的业者，更多的旅宿业者以及这个其他的景点来合作，发挥1+1大于2的效果，能够让来的人这个满载而归，吃得开心，玩得开心，住得开心，大家都很开心。暑假期间，化石园区也安排了侪丰富的活动，其中化石的采集甲化石电影院拢是非常难得的体验。同时，为了让游客品尝到佐镇当地农特产品甲美食，园区嘛会伫每个月的第4个礼拜安排牛食水的市集。现在为了提供优质的参观品质，园区嘛会做无定时的入园控管，请民众爱多多注意。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
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人爱读册。由知名演员方心、王建富、苏燕佩甲吴定谦所主演的《女人心》音乐剧场，是一部跨越清朝、日治甲现代3个时空的台语音乐剧，将伫8月3号、4号2天，伫台南文化中心演出。因为故事的背景是设定伫台南，所以伫台南举办的宣传见面会，也特别捐赠100张票，予妇女公益团体。4位主要的演员包括方心、王建富、苏燕佩甲吴定谦。7号下午特别来到台南，宣传《女人心》这出音乐剧场。该剧以演甲笑的穿插方式，透过无同时代的女性伫家族中的各种角色，描写一个家族的流转甲变迁。女人心里面呢，它是介绍3个时代的女性，当然也有很重要的男性陪衬，不是陪衬，没错，没错，我们的确是陪衬的，因为故事叫女人心，如果是男人心的话，他们是陪衬。是来加分的啦。是。然后我们这里就是跨了现代、日剧跟清朝，那在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至少都演2个角色，那最会演的演3个角色这样。我饰演的就是清末时期的一个叫智龙，武功高强。然后行侠仗义，刚中带柔，柔中带刚的一个赤龙，没有他讲的那么好啦。是啊，因为故事的背景以台南做场景，而音乐的部分则是由金曲歌王3部一一来演唱。市府文化局主编林伟旭嘛邀请民众踊跃支持。女人心这一出的音乐剧即将在8月3号跟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进行首演，那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哈。这么一个经过精心制作的一个音乐剧，然后选择台南文化中心这边来首演，所以呢，台南人吼，提出咱的热情，我们要让那个票房冲出长虹，大家说好不好？好。这届女人心的音乐剧场，因为是以女性坚强的使命作为创作概念，因此嘛得到侪企业的认同甲响应。会场嘛特别捐赠100张的演出票券，要予公益的妇女团体。受赠单位包括社团法人、台南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甲财团法人立新基金会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根据统计，过敏性鼻炎伫全球的盛行率大约有1-2成。虽然过敏性鼻炎毋是真严重的疾病，毋过却会影响患者的生活品质。基美病院中医部医师表示，治疗过敏性鼻炎，除了西医药物以外，嘛当靠中医来调整人体免疫反应，也有袂歹成效。过敏性鼻炎因为鼻腔接触到外口的过敏源，造成鼻黏膜组织的发生过敏的反应，轻者拍甲像流鼻水，容易注意力无集中、困眠障碍等；严重者嘛有可能会合并下骨。过去伫药物治疗，大部分拢是靠抗组织胺，不过现在忙咧借由中医的介入，对调整人体的免疫反应来做治疗。通常会建议中西医一起治疗哈。那透过中医的那个调养免疫力，那西医的部分就是使用一些抗生素，那个抗组织胺，去抑制。但是呢，通常我们会再加上中医的调那个补气的调整免疫力的部分哈。那这样子会让那个患者的症状完全控制住。如果是时间比较短的话哈，那我们可能就是用一些比较
清热解毒的。那如果是时间比较长的话呢，我们就是会直接用一些补气的方式去调整它的免疫力。好，那透过调节它的免疫力之后呢，它免疫力自己会去减少这个过敏反应，然后进而达到改善鼻过敏的症状。除了科学中药甲粘贴，目前奇美医学中心嘛导入中药的雾气吸入仪，配合节气的三伏贴或者是三九贴，用温通经络的药物敷贴，嘛用改善鼻仔过敏的无爽快。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侪分有是乌阴底渐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31度，落雨几率有8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7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